你知道嗎？在中國有一個令人震驚的現象，很多房地產和互聯網新貴，他們在資產高峰期時，卻開始積極尋求海外房產、身份計劃，甚至是第二個家庭基地。這背後的心理不僅是稅務規劃，更是一種對制度不確定性的防禦策略。很多人可能會問，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？其實，多數人的出海策略並未形成真正的全球結構，而僅停留在購房、投資與移民層面，缺乏法律結構、信託體系與合規，使得這些資金在海外容易被凍結、課稅，甚至被視為高風險資本。這正是中國第一代富人面臨的共性困境：財富的速度跑贏了制度的成熟。現實壓力從財富焦慮到家族未來。進入2020年代後，外部環境與內部政策的變化讓出海成為不再是選擇題，而是生存策略。國內外匯監管強化，反壟斷政策落地，稅務信息自動交換 （CRS） 全面實施，使得資金流向透明化。同時，美元升值與國際利率變化，使得全球資產配置不再只是避險問題，而是收益結構重建問題。許多中國企業家開始意識到，出海不是為了逃避監管，而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內重建全球化配置版圖。財富的第一代靠創業積累，第二代必須靠制度守成，第三代若要延續，則需靠文化與教育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財富出海並非終點，而是中國家族資本邁向現代化的第一步。中國歷史上富不過三代的宿命，根源在於制度缺乏與結構脆弱。當代企業家的出海行動，既是對歷史的本能回應，也是對現實風險的理性防禦。但唯有將出海從動作升級為結構，從個人意志轉化為家族制度，財富的故事才可能超越一代人的榮光，進入跨世代的秩序。最後，請大家記住，如果你想在財富的道路上取得長久的成功，就必須了解制度的力量，建立家族信託、家辦治理、國際稅務規劃等。這些是你邁向財富自由的關鍵步驟。這期節目的內容就到這裏，感謝大家的聆聽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財富管理的知識和策略，歡迎關注我們的頻道。每周我們都會推出新的內容，幫助你掌握財富的力量，實現你的財富夢想，實現你的財富夢想。